母親節感謝阿母，有人是會送剪薑仔花，有人會食飯慶祝。中華會堂的長照中心是安排一場音樂表演，用老家溫暖的歌聲祝福長輩母親節快樂。這首節奏輕鬆、歌詞溫暖的台語歌，互現場的時代聽甲耳仔啪啪。5月7日就是母親節，有音樂推廣團隊辦母親節的音樂巡演活動，其中一場來到中華會堂的長照中心演出，現場的時代攏真歡喜。聽歌攏會曉，攏一寡老歌啦。做伙來慶祝，看到這樂隊真歡喜。有鬧熱無？有啦，真鬧熱，真歡喜啦。主辦單位表示，因主要是咧全世界辦巡迴演出，推廣台灣的音樂文化。這屆希望透過母親節參電影的時代，分享台灣音樂的魅力。有樂團創作的台語歌，嘛有一個經典老歌。現場的時代，有人同齊唱歌，有人歡喜一手拍譜啊，用音樂互少年輩參時代，互相交流，博感情。平常時啊，很少遇到像老人家這樣的觀眾啊，他們今天都非常投入，所以也覺得很開心。阮今仔日嘛足歡喜的，年輕的迄世代啊，甲咱的時大人，大家做分享。想要甲大家講，若是你有時間，還是無時間嘛，愛找到時間，轉來看賣啊！大家佇個創下，祝大家母親節快樂！主辦單位表示，望透過活動，互時代感受到母親節的溫暖，傳達有歌就愛大聲唱，有愛就愛大聲講的心意。啊，那長照中心是指出，台灣已經是超高齡化社會，無共世代的連結參交流，真做重要議題。即便透過音樂陪伴，嘛互無共世代感情愈親近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